月下唱戏为死生。好算起浪风层层，心在面对青灯，台门无瓦做桥窗，不知是否万事成。是谁呀？这本时候怎会有人到此？哦，莫非是石头姑宋牙来了？师太，师太。没有人哦，于是我听错了。秀才啊，小姐你，秀才找人的时候，我已不请死尽了。哦，原来是此。哦，国门小姐深夜到此，后来实在听得东乡传来圣人呼唤，故而喜来团望。原来是我惊动了小姐。哎呀，掌柜呀，掌柜！请问秀才，这画中之人与你何亲？他是我14夜下梦寐已久、千里寻访的梦中之神啊！请问秀才真姓大名？小生刘梦梅。哎呀，果真是流浪信母来了。秀才，你可认识我？这是人相识。他年得吧，算过客，不在眉边，谁留边？谢的阿弥陀佛，切不万魂关上灵，苍天不问有情人，不枉我千里迢迢把你找，总盼望今日面会意中人啊。小姐一片情，与我的是江湖灯，与梦寐生死不忘，梦中誓言。愿小姐携手与来，再入前进，早日结圆满。
生缘。但愿得地老天荒，不离小姐，秀才呀，夜半三更，李相公房中有与女开谈笑。李相公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！有人来了。快开门啊！李相公，快开门！来了，来了！李相公，我的这样便宜好，这样就不用吃了。多谢师太，宋师太。呀，宿舍里他来话声声，欢庆庆，今日里有女客守夜里，梅花温滚清静地。小姐，小姐，秀才，哎呀，小姐，你藏到哪里去了？都在这瓦病之后呀。小姐，明天我就去政府求情。哎，小姐，你有何难言之隐啊？请问秀才，这张陈勇从何得来？花园之中，太无实相。他无实判，凡与何分？只见流水淙淙，老妹草呀。那美是知晓的，这乃三尺古文，秀才我乃文中古在梦中牵动你呀。花园一梦上曾经，几番寻梦空手上，一病不起道中去，问归往事断在乡。小姐，
血侣同人有命要鸳鸯。等我碰死在你的坟前，也可保你为我殉妻自去。秀才慢来。外闻香，轻轻就吐。开关梦，李娘李金这样你我真心实爱，生在可以亡，亡在可以生。不过，你可要被一个叫文老母子在，只要能救小姐亡羊，区区自在，后作盗贼。这不是去哪里寻找这万文香呢？秀才，香在这里。此香乃华人所赠，没有此香，便为生父亡了。小生一定妥为保证。哎呀呀呀！杀道姑子也不假，我以为他是真人君子，原来是大胆狂生。尽管在不地干脆这种勾当，哎呀！开门！开门！是陈老先生来了，我往这里去的好，免得多生是非。也好。丢了，天明之前你一定要来。小生绝不语问小姐。开门！开门！哎呀，哎呦呦，老夫子，哎呦呦，好好，哎呀，老夫子，老夫子，老夫子，好一个刘梦梅，我好意留你在梅花馆借宿，谁知你貌似善良，内曾淫家，尽管在此世上命运。哎呀，老夫子息怒，一生也真也要是去老夫子惩戒啊！不要我惩戒？好，让侬儿夫太岁来惩戒你。啊，好啊，一生也真要去向诺恩太岁求亲。求亲？求什么亲啊 ？No， 一生是诺恩太岁图报的乘龙夸许呀。你莫非疯了不成？非但冒生官亲，而且万妇也乱女。你可知道，太岁小姐杜丽娘早已死去。老夫子，
只要真情实爱，事实是可以复生的呀。谁要听你的胡言乱语？走，走，走，见官去。好。丞相，老爷在书房吗？那我们快去。夫人，老爷，明日乃是中秋佳节，又是我儿忌日，理当奉献拜祭才是。已有整整1年了。丞相，明日是你小姐忌日，你要早早备好香烛，我与夫人要到坟前一见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小姐生前对我行事姐妹，我岂能妨碍？禀老爷，沈师爷那一私生前来，请老爷发落。哦，一个书生，正是。那私生满口乱语，还自称是老爷的。什么？为什么不讲下去？老奴不管讲。老爷命你讲，你就大胆地讲嘞。是，他口称是老爷的乘龙快婿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他自称是老爷的乘龙快婿。啊！如此光生，竟敢戏弄老夫！请老爷定的。来啊，快把他带到正堂。是。哼，上竟有这样的父慈！哼！丞相，快去！懂，就是这个广生。岳父大人，大胆广生，你可知情？身有凌乱刘梦梅，乃老大人的门婿，何才自由啊？是，我有女早把青春送，你门口里无意轻调风，你岭内我内，牛马风要怎么是路公？太荒唐，这苦恨。看到他对话疯疯癫癫，满口胡言。岳父大人不信，小婿与话为凭。这不是小女的画像吗？怎会落到你手？老岳丈，老太上，岳父大人，请听了，那日已有10荒原，太湖这边成用。尊华闻香夜夜宫，博一把小姐来精通。清风明月亮情深，山门还是几乱梦。你真是穷得发昏，也怕你呀！小女放过是一句，应笑天花木地公，怎能与你结乱红？分明要你跑我中，休得佯装。
情中，外部送上来招风。生源叔叔句句真，脚步半点去家农，这次神相离娘真。他叫我闻香破土，气象中。哎呀，你儿子又哭了。什么？你还要求问开国？对，点起万蚊香，断了王建梦，娶得小姐为他家欢乐空。其实老夫爷立法条条明王庭，来来桃木三万松，今日才见有中间，在明日升堂文案判已在手取事中。岳父大人息怒，只要能救小姐复生，小婿愿受其也。岂允你无足非为？来呀，把他带下去受戒。慢，就是要临在，也等小婿掂过了这次万蚊香，故人救不了小姐，再判不知。谁是你的岳父？来呀，带下去！哎呀，岳父大人，带下去！岳父大人，这下乃华人所赐，能起死回生啊！快带下去！天哪，没有万蚊香，小姐就难以复生。哎呀，带下去！带下去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丞相，夫人有个书生带来问一下啊。大当广生，尽管戏弄老夫。老爷，丞相都与我讲了。老爷，西茶书生情意真，见不相龙间长凶人。女儿梦中托婚姻，说不定吉用天作人。老爷，不能私生言真假，明日正好去相逢，果真传香观天地，小姐为生岂不瓦当更天下？谁让你赌嘴？曾是反问错荒诞，外梦岂能定三分？总在我儿能复生，外门征召法医生。老爷，等我明日升堂，定要送碰刺。老爷。
来人呐，快开门呐！没有王文祥，小姐就难以复生了呀！死坑，不许再叫了！哼！也难飞腾。小夕阳啊，如今失了万文祥。你是后生，嘘，不要出声，跟我走。乘客也推将牢门开。举目侧见，拉响风送进儿花园，写生永记在心湾。这位姐姐，为何带酒消声？我是杜小姐生前侍女，名叫陈香。实在当上天言道能救小姐复生，故而救你，不知你怎能救小姐吗？原来是陈香姐姐，只可惜那王文祥也被那狠心的老爷拿去，将我死后救的。相公不必杀气，圣香在此。哎呀，这可好了！这丞相将万岁，统领将来日雨下，夜茫茫相问何事？无花间心思乱忙。相公，这里就是我家小姐的坟茔了。
愿皇帝多上年，我定要救你文房生死间。娘子啊，娘子啊！相公，先不要哭了，还是救人要紧，快些坚定起来吧。